咁記者陳亮君依家喺馬鞍山㗎，咁天文台咧即將會改發8號信號啦。你嗰邊個風勢情況係點啊？周家怡喺馬鞍山呢一個位置咧嘅風勢都幾大，因為咧外邊咧就係海邊嚟㗎啦，咁啲風咧就不停喺海嗰邊咧就係吹埋嚟，所以咧個風都幾大。可以見到咧，其實咧有唔少途人咧都要經過呢一條路咧，就係翻去咧呢一個嘅民居，因為附近咧其實咧都有啲住宅咁樣嘅。咁其實咧現場嘅情況咧，除咗就係大風之外啦，雨咧亦都係咧喺過去嘅半個鐘頭咧係越落越大嘅。咁隨住咧天氣越嚟越近香港咧，其實咧而家咧佢哋嘅雨勢越嚟越大啦，係打埋你塊面度啦，其實咧好似俾針緊咁樣噶。咁我哋咧會喺現場咧跟進住咧最新嘅情況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，唔該晒你。我哋依家咧係再聯絡翻喺馬鞍山嘅記者陳亮君嘅。陳亮君，你嗰邊嘅情況咧，似乎係風勢都好大下喎，情況係點咧？而家咧，其實咧個風勢咧係十分之大嘅，比剛剛咧幾分鐘之前咧，其實風係越嚟越大。其實咧，而家天氣咧係越嚟越近香港啦。喺馬鞍山呢個近海旁嘅位置咧，啲風係不斷咁樣吹埋嚟。咁我哋咧喺度做直播嘅時候咧，其實咧都要咧係比較咧係用多啲力咧企喺度。咁啱啱我哋收到最新嘅消息咧，就係掛咗啦呢個8號風球噶啦。咁所以市民咧出街嘅時候咧，就要特別留心呢一個嘅風暴消息。再重申一次啦，我哋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係已經掛咗8號風球啦。咁喺馬鞍山呢個情況啦嘅風同雨咧，亦都係越嚟越大。所以大家咧，如果真係要出門口嘅話咧，就一定要留意天氣消息啦。我哋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咪睇最新消息，天文台喺啱啱嘅6點40分發出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。再提大家，天文台喺6點40分發出8號西北烈風或者係暴風信號。